姐姐，我给你做个小鸭子吧。行啊，那我一会儿给你做个恐龙。姐姐，小鸭子做好了，我的恐龙也好了。你看我接个电话，喂，妈妈，二宝，你们什么时候下羽毛雪的？我们早都下来了呀。三宝也想玩怎么办？我和姐姐想办法，就这样吧。老三也想玩雪，是啊，我们想办法给他带回去一点吧。刚好我这有个盘子，我们把它装满，给老三。行啊，开干吧。好了，这么多够他玩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回家。老三，雪来啦！哦，三，你看我。咋了呀？